今集同大家睇下一款勞力士嘅經典之作 Explorer 214-270。Explorer 錶款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具備咗超強嘅耐用性以及實用性，即使 Explorer 出產超過70年，至今仍然保持咗當初嘅特色。勞力士喺呢款 Explorer 嘅設計上，多年嚟喺外貌上面並未出現過重大嘅改變，但係時錶同時針就出現過微細嘅變化。面盤嘅簡約設計，從1953年原版開始延續至今，都係以黑色嘅面盤配搭白色時錶。面盤上12點鐘位置嘅時錶以倒三角呈現，而3、6、9點鐘方向就用咗阿拉伯數字顯示，配合俗稱 Benz 時針波板糖形嘅秒針，就塑造咗 Explorer 214-270嘅經典面貌。214-270喺2010年將錶徑擴充到39mm，Explorer 嘅字樣就由原本嘅12點鐘位置移到6點鐘方向。機芯從3130升級到3132，帶有48小時動力儲備。機芯配備咗藍游絲裝置同埋 Parallax 防震器，令機芯更加穩固耐用。時錶上就用咗 Chromalight 夜光物料，喺暗黑嘅環境下仍然能夠準確咁樣讀取時間。錶帶配用咗蠔式反帶，雙重帶扣，令到佩戴嘅時候唔容易鬆脫。雖然214-270係運動型錶款，但係簡單嘅面盤設計配合光金外圈，令整體感格外鮮明，能夠輕易配襯唔同場合、唔同風格嘅衣着，既大方又有活力。214-270被認為係入門級嘅勞力士運動型腕錶，而又因為木村拓哉曾經喺經典劇集 Love Generation 中佩戴過呢一款腕錶，令到214-270嘅人氣一直有增無減。而勞力士已經將新版本嘅214-270錶徑縮減至36mm，你而家見到嘅呢一款39mm版本已經成為絕版。大錶徑嘅 Explorer 一向深受錶迷嘅歡迎，呢一款舊版嘅214-270必定係收藏保值嘅佳品。